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2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揀出嚟嘅號碼係7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7。第二個揀出嚟嘅號碼係14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4。第三個揀出嚟嘅號碼係26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6。第四個揀出嚟嘅號碼係13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3。第五個揀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6。第六個揀出嚟嘅號碼係30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0。最後一個揀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4號 ，and its draw number is 34。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多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7號、13號、14號、16號、26號、30號，而特別號碼係34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